適逢 TVB 邁向50週年，嚟到香港國際影視展2017第2日，就梗係要繼續推介多部金禧劇集同王牌綜藝節目俾大家啦。一眾 TVB 藝員更加傾巢而出，為自己有份參與嘅劇集同節目宣傳，其中包括6大劇集《大帥哥》、《老表畢業啦》、《天命》、《跨世代》、《溏心風暴3》、《宮心計2》、《心公計》。如果想輕輕鬆鬆睇下喜劇嘅話，除咗《老表畢業啦》之外，《跨世代》同樣可以為大家帶嚟唔少歡笑。劇集演出陣容龐大，連笑聲都特別鼎盛啊！唔好睇我哋名咁誇，其實我哋話呢一個咧係開心戲嚟嘅，都係喜劇嚟嘅，咩都有嘅，咩都有。係啦。你哋覺得最難接邊個啲 gag 咧？其實最難接啊！係啊，咩屎紅啦，梗係。終於揾到人把口衰咗我㗎啦！我都冇出過聲。冇出過聲。係咯。頭先喺出面你話俾你生唔出佢？生唔到，係啦。又揾咗咩生唔出？邊生到咁老咁你都噏出啲？唔係，我成日都講真話，但係你哋又當我講笑話。美儀啊，我表妹嚟㗎。呢個你冇理啊？喂，真係啊？點解樣爭咁遠嘅？係啦。表哥表妹唔係一定要似樣㗎係嘛？除咗劇集之外，綜藝節目方面都相當精彩，好似《萬千星輝賀台慶》、